係預定與自由，一個好似好深嘅題目啊！我盡量會講得淺啲嘅嚇。我哋一齊嚟祈禱，天父將一段時間交託，如我心裏嘅意念、口所說嘅言語，都蒙你悅納，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，阿門。好，今日嘅題目呢，就係有時就講命運如此啦，等等啦。咁啊，我首先講翻今日嘅經文先啦。第一件事就係喺頭先讀嘅經文入邊呢，第一節咁講：太初有道，道與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OK， 咁喺以弗所書嘅經文入邊呢，就比較多啲信息，因為他從創世以前，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。第五節嘅後半段呢，就預定我哋呢，藉着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。去到第六節咁講，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白白的賜給我們。咁喺呢三節嘅經文入邊呢，我哋睇到幾個好敏感嘅字眼，就係揀選、預定同埋呢係喺愛子入邊呢要白白呢賜給我哋。OK， 咁啊，我哋有好多俗語啦，特別廣東話好多俗語噶啦。咁我睇下啲俗語講咩咧？唔知有冇人聽過呢句話叫街邊糯米雞一早就整定啦？聽過未啊？嚇，係嘛？幾時生幾時死自有命數咁樣啊？咁啊，仲有咩咧？一世人食幾多穿幾多都是注定嘅強求不來的咁樣啊！仲有咩咧？許冠傑就唱一首歌：命裏有時終須有，命裏無事莫強求。咁啊，咁去到陳小春先生佢哋嘅歌聲咧，唱一唱啊！冇呢一種命啊，講話冇呢種命啊，係嘛？因為當時咧唱一首歌咧係話，我睇見個靚女咁樣，睇下自己咧乜水啊咁樣嚇，咁樣就我呢冇呢個命啦，係嘛？叫人追到人哋咁意思，冇呢個命啊！人生如世各按天命啊，各有天命，各按天命。我哋有咩命咧？其實早已經係唔係先？我先講，我唔係呢個我都唔贊成啊，唔贊成嚇。其實係早已經安排妥當啦，咁啊係咪咁睇一個成個生命咧？咁另一個人咧就寫咗一首歌叫做貝多芬啊，有冇聽過呢個人嘅名啊？貝多芬唔係賣扇貝嗰隻嚇，唔係斯堪嗰個人啊，貝多芬啊，貝多芬係一個好偉大嘅音樂家，佢寫咗一首交響曲叫做第五交響曲。Symphony 5，OK， 叫做命運，有冇聽過啊？但係佢入邊嘅歌咧，佢個重複嘅歌詞入邊咧，嗰個 music 咧嘅音樂咧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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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聽過呢段歌啦嘛？呢個就係命運在敲門，命運在敲門啊！但係咧有人形容咧，貝多芬寫呢個歌嘅時候咧，佢唔單止講緊命運在敲門啊，或者係講緊一個在風暴般嘅呢個英雄色彩，因為咧佢之前咧寫咗一個英雄樂章，咁啊跟住就寫呢個命運樂章咁樣啊，所以嚟講係英雄色彩，因為生命咧就係有一種好重嘅責任喺嗰處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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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樣啊。但其實有一個好好嘅解釋，有啲人有音樂家咧就講，佢一個人咧要從黑暗走去光明，從鬥爭去取得勝利，不能夠服在命運之下。所以呢首歌係代表咧人類抗拒命運嘅安排，我要得勝，我要勝過所有嘅困難，能夠活着，能夠活得更好。OK。一個非常難解嘅問題係咩咧？有一次咧，有個基督徒咧就問咗我一個問題喎。其實呢個問題好艱難解嘅，因為我要當面同佢解釋嘅話咧，就有啲
要感受到去問呢個問題嘅背景係乜嘢，咁要諗下會唔會講出嚟嘅答案會傷到人哋咧？咁樣梗係要小心啲啦，係嘛？佢問呢個問題：我哋嘅生命是否早已經命定咗？誰得救，誰不得救？有啲人咁樣諗嘅喎，所以咧你有啲人咧係喂你整定係冇機會得救㗎啦，因為上帝冇揀選你，冇預定咗你，所以救恩不能夠臨到你，你死向佢傳福音都冇用啦，佢注定係死緊㗎啦，死定㗎啦，咁樣係注定㗎啦嚇。咁其實唔係嘅嚇，唔係嘅 ，OK。咁樣我就同佢講呢個問題咧係一個你問呢個問題嘅層次可能低啲啊，好低啊嚇。咁樣答案入邊嘅層次咧就會好高。咁我首先咧保留呢個答案啦嚇。咁樣等下先至同大家傾呢件事嘅。好啦，我哋進入嗰個主題咧，就係第一，我要對於整定啊、注定啊呢個誤解啦嚇咁樣。喺古代嘅人咧，感覺咧人嘅生命咧和世界上嘅變化咧，係幾乎係冥冥中咧自有天意安排嘅喎。因此咧，有好多民族唔係單止華人啊，即係好多民族，無論係非洲人好啦、美國人好啦、英國人好啦，同埋中東人好啦，或者係馬來人都好啦嚇，佢哋都會相信咧。呢一件事就係命運啦，所以算命呢樣嘢咧就好流行啦，係嘛？不同嘅算命學算命係呢條命下一代咧係點樣㗎？後邊點樣㗎？咁樣好多嘢，好多人想知道咁樣。即係如果個算命先生同你講，你唔使奮鬥㗎啦，你一生都係做乞兒嘅，咁咪算咯，唔使做奮鬥咯，係嘛？奮鬥嚟做咩咧？係嘛？你唔使奮鬥㗎啦，打死你都冇相干㗎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你啲錢用唔晒啊！哎呀，咁我就話唔使做工㗎啦，讀書都唔使㗎啦嚇，識得計錢就得㗎啦嚇，係咪咁嘅咧嚇？所以好多人都好相信呢個算命先生講乜嘢，甚至乎有好多基督徒啊，所以個圖冇寫入去啊，甚至好多基督徒咧都相信咧。咩叫預言啊？乜嘢命理學啊？啲咁嘅嘢，其實呢啲都係錯嘅。OK， 喺我哋進入到呢個資訊爆炸嘅時代咧，好多人都會學會上網去接受好多信息啦，包括哇最近發生咗乜嘢啊？聽日有咩事幹啊？2026年嚟咗啦，2026會有翻咩事會發生咧？係嘛？會唔會新加坡會冧咗沉咗咧？嚇？有一日我飛去香港，飛翻嚟唔見咗新加坡咧，係嘛咁啊？會唔會咧？好多人去諗呢啲咁嘅嘢嘅喎嚇。但係我同大家講喺網上咧，依家係好多虛假嘅信息，虛假嘅係假嘅，所以大家唔好信。所以好多嘢你睇咗之後咧，睇咗之後咧，我呢家都好驚啊！我睇咗之後，我唔會受影響啊，我唔受啲佢情緒影響啊，即刻上去聯合早報。check 下，然後早報有冇報告？啲冇嘅，聯合早報冇嘅 ，Straits Times 又冇嘅，即係唔假㗎啦，係嘛？根本啲人作出嚟㗎嘛，所以小心唔好俾人作嘅嘢咧，搞到我哋亂七八糟啊！最近話海南島開關啊，叫封關，佢個名字叫封關，其實開關，封關啊，以後會取代新加坡嘅地位啊，取代香港嘅地位啊，我哋新加坡死緊㗎啦，咁樣係咪啊？梗係唔係啦，唔會嘅，放心啦。新加坡好安全嘅 ，OK 嘅，我哋唔好擔心嚇。所以坦白嚟講咧，好多信息係虛假嘅。咁如果你一次睇呢啲信息嘅時候咧，你就會受佢影響啦。首先我哋睇下上帝嘅命定係什麼一回事啦。第一喺希伯來書咁講，按照命定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。詩篇133咁講，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遠嘅生命。以賽亞書45章咁講，我造大地又創造人在地上，我親手鋪張諸天，天上萬象也是我所任命的。路加福音我咁樣講，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的離去，但那出賣人子的人有禍了。OK，
嗱，首先我哋要明白上帝嘅預定係上帝嘅能力嘅一部分，係必須有嘅，係帶住嘅，應該係咁嘅。所以上帝可以預設、預定、命定一切嘅事物同埋時間，呢個係佢嘅能力所擁有嘅。Okay? 但是不是上帝整個創造嘅目的，明白係嘛？咁你去街市買隻雞，今日你去煮咩？你其實心入邊已經想好晒㗎，係嘛？你買咗一包椰漿啦，買咗一啲咖喱粉啦，係嘛？買咗一啲香茅啦，買咗啲間單啦，咁你打算隻雞係煮乜嘢啊？梗係咖喱雞啦，係咪啊？咁你嗰啲嘢，咁點樣買咗咁多料嚟做乜嘢啊？梗係煮咖喱雞。你預備咗整咖喱雞㗎嘛？咁梗係有隻咖喱雞出嚟啦，係咪啊？除非你冇睇火燒燶咗啦，係嘛？咁樣，但係咧，你基本上咧係會食到咖喱雞嘅嚇。我哋做一個人啊，都可以預設我哋要做啲乜嘢，係咪先？何況是上帝咧嚇？但係在上帝創造嘅目的入邊咧，佢可以做到咧，佢唔預定，佢唔預計，佢放咗一個自由喺個處，喺呢個物理學入邊咧係成立嘅喎。原來在呢個大自然入邊咧，上帝係可以處理一件事咧，讓佢擁有自由嘅呢一個部分。所以好奇怪嘅呢件事，係一個上帝更高層次嘅，唔係一個能力，係有智慧嘅能力去諗去點樣做。因此上帝嘅預定係具有更高層次同埋更廣大廣闊嘅意義嘅，唔係合意嘅，唔係合意嘅整定㗎，整定啊，唔係整定嘅，係好廣闊嘅一個命定同埋預見。OK， 讓我哋從頭先讀嘅幾段經文嚟思想啦，我哋就可以睇到上帝嘅命定咧，所以表達嘅係原則上，佢句話好重要，都係紅色嘅。原則上，上帝嘅命定是關乎佢嘅榮耀同埋佢嘅旨意。係點解咁樣做？因為佢有目的。佢點解要咁樣做？因為為咗佢嘅榮耀。佢點解咁樣做？因為佢有呢一個佢嘅旨意。所以要明白呢個好重要嘅課題先嚇。咁我哋咧就從經文嚟睇啦。希伯來書咁講，按住定命，人人都要一死。嗱，呢個命定咧唔係為單一個人嘅，係咪先？係人人喎，即係每個人都係咁嘅喎。凡係人都會嘅喎，咁啊即係唔係單一個體啦。詩篇133講過，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命定的福，就是永遠嘅生命。你睇到呢個咧？祝福咧唔係為咗一個人喎，係為所有嘅人㗎，係咪先？再睇下以賽亞書咁講，我做大地又做人在地上，我親手鋪造諸天，天下萬物都是我所任命嘅，唔係一個人嘅喎，係所有，唔單止人喎，萬物嘅喎，所有嘅喎。路加福音咁講，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嘅離去，但那出賣人子的人又禍了。誰出賣人子呢？唔一定係猶大嘅喎，係咪啊？係猶大跳咗入去啫嘛。所以呢個預定咧係一個廣闊嘅一個意義，唔係狹義嘅。可能係另外一個門徒跳入去咧，但唔係啦。啱啱就係個猶大跳咗入去啦。加略人猶大出賣耶穌啦。小結係個好小結，上帝嘅命定係宏觀嘅。無論從上帝嘅創造、救恩嘅應許，這一切都是上帝早已經預定命定嘅當中，個人在其中只是參與啫。在上帝嘅恩典裏，我參與啫。上帝不會為個人選對象。哎呀，我禱告好耐㗎，我禱告上帝為我安排一個終身嘅伴侶。你禱告幾多？你禱告咗幾多年啊？40年㗎啦。咁你而家幾多歲啊？80啫嘛。咁你想點啊？上帝俾個老公你係嘛？或者俾個老婆你啊？
所以你明白嘛？你將呢件事，上帝俾你嘅自由，你交翻俾上帝，上帝根本就我都俾咗你噶啦。咁你唔去處理呢件事個，你坐喺嗰樹，踎喺嗰樹，然後就講話上帝個交託俾你啦，你為我解決個終身大事啦。上帝話你差唔多噶啦嚇，冇咩時間噶啦，唔使啦係嘛？除咗亞當。咁亞當真係冇選擇啦，係咪啊？上帝帶咗個女人嚟，全世界得一個女人叫做夏娃，咁有乜好選擇？啊，冇選擇啊！上帝唔會為你安排工作，主啊，求你賜下一份工作俾我啊，可以唔使做返1-2日工就可以啦。啊，每個月俾我幾萬蚊得噶啦，啊，冇噶啦嘛。上帝有安排嘛？有保羅咯，不過保羅有冇選擇？保羅生。你想揾咩工啊？保羅講我有得選咩？保羅講話我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，係嘛？佢冇得揀嘅喎，咁你有冇做保羅啊？我唔會做保羅，點解冇得揀嘅喎？啊，仲有咩啊？上帝會唔會為你安排復活啊？冇啊，拉撒路啦，係嘛？咁唔係個個都會有復活噶嘛？啊，因此上帝唔係為個人嘅，我哋寧願做個普通人啊。如果行下上帝喺天上顯現同我講話咧，我話啊弊假貨喎，你話嚇上帝揾到我啦咁樣嚇，咁啊你要跟住我嘅意思啊，我話好似摩西咁樣，大佬啊要去睇法老喎，講錯一句話個頭就冇咗咯喎，係嘛？斬咗落嚟噶咯喎，係嘛？啊約拿啊！哇！將福音帶去尼尼維微喎，嗰啲敵人個當中喎，係咪啊？哇！我唔中意啊，我唔想啊。但係你唔想都好，你唔中意都好，你要順服咯。咁上帝冇親自向你顯現，其實就俾咗你自由噶啦，好好噶啦。所以上帝係俾人類自由嘅。上帝曾經咧係俾咗始祖亞當同埋夏娃自由，但係選擇背叛咗上帝。上帝曾俾以色列人自由，但係佢哋叛逆上帝。上帝曾經俾過世人自由，但有冇人願意真正咧係領受上帝嘅俾佢嘅恩典咧？因此我哋有自由選擇得救同埋唔得救，明白嗎？即是當有個人受傷咗，咁樣救傷車嚟到，或者有人跌咗落水，就嚟要浸死啦，救生艇嚟到，上嚟啦，唔係你隻船唔好睇，orange car 咧我唔中意，揸過喺你而家隔離咧紅色嘅我中意。等下一趟啊！你估等的士啊，等巴士啊，下一趟啦，你就冇命噶啦！我哋今日要好多選擇，但係嗰啲個選擇係有限嘅啊！我哋可以選擇得救，但係我哋可以選擇唔得救。所以我哋有自由，係上帝許可嘅自由，唔係我哋擁有必須有嘅自由。第二，我哋都願意住在上帝嘅命定嘅當中。首先，我哋要接受上帝所預定嘅一切，包括生老病死。我哋要接受呢個事實，因為呢個每人都會面對㗎，個個都會面對嘅，係咪？生老病死，上帝就如上帝預定嘅要俾我哋嘅恩典啊，上帝就俾我哋有能力向佢傾談，能夠向主禱告。同埋能夠有教會同埋聖餐成為我哋嘅祝福和同埋我哋人生入邊，因為我要跟隨主而得着生命嘅豐富啊！2025年係一個好難過嘅一年啊，因為喺年中嘅時候咧，我就一直有呢個咳嘅問題啊，咁樣夜晚咧瞓覺之前會咳。咁啊，瞓到一半咧會咳醒，咁樣跟住就到早晨咧又會咳。咁我就同我呢位三弟咧嚟分享，
有一次嘅家庭聚會入邊咧，我話我最近有呢個問題，我話你最好咧就係去照個鏡啦，因為佢話我當時都係咳咗去照鏡先發覺我個肺咧已經係有癌症，然後跟住咧就知道有癌症先至知道呢個癌症末期嘅咁樣。咁啊，所以我就聽佢咁講之後咧，我就去咗 polyclinic 啦，即是診療所，政府診療所去照個鏡啦。你知道診療所啦嚇，即係有啲人係叻嘅，有啲人係唔係咁叻嘅啦嚇。咁嗰個同我照鏡嗰位咧就好矮嘅啦，好矮嘅。咁啊，我係好高啦，咁咪搞嚟搞去，照咗個鏡出嚟就睇唔清楚。咁啊，同醫生講點解咁睇唔清楚？佢話咁啦，不如你個寫紙你去醫院嗰處啦，咁啊做一個呢個 CT scan 啦，CT scan。咁話好啦，做啦。咁啊去到醫院做咗個 CT scan 之後咧，出咗嚟嘅答案就係講話，哎呀，你個肺咧係冇問題，哇好高興。不過你個胰島腺咧係有一粒瘤，哇呢個好緊要喎。個胰島腺有 cancer 咧，咁就預定6個月就要走噶啦喎，係嘛？唔理點醫都好咧，差唔多都要走噶啦嚇。胰島腺好難醫嘅喎，係 cancer 入邊第1號殺手嚟嘅喎。咁我諗住死，但係我個心好平靜喎呢啲嘢。咁咧我就翻去同家人講啦嚇。咁我家人就好擔心啦。咁我就有一次聚會，我就同佢講話：哎呀，我仲要等多2-3個月先至能夠照呢個鏡。咁佢哋緊張啦。我話你等咁耐㗎，都唔得等咁耐㗎嘛？呢啲嘢一發覺即刻要處理㗎。通常你等咁耐，而家發惡化點樣算啊？我話咁點啊？係話不如去睇私人醫生啦。我話私人醫生好多錢㗎，你唔使俾錢，你睇咁樣。咁我咪去照咯。當時我諗法就係：哎呀，上帝你俾我6個月都好啦，俾我10年都好啦，我 OK 嘅。我同上帝講我 OK 嘅，我 no problem 啊。但係家人要我去照，我咪去照咯。咁啊就去揾到個好嘅癌症醫生。個醫生就話你即係當時喺個家庭聚會入邊咧，我個細佬就 text 過個醫生。text 咗個醫生之後，個醫生就即刻打翻嚟喎。佢話：咁你阿哥快啲嚟照好啲啊！咁樣啊，咁啊幾時嚟照啊？聽日啦。哇，咁快啊！哦，聽日啦，聽日。咁聽日我成家人就帶咗我去醫院喎。咁啊喺個醫院嗰處照呢個鏡喎。咁咧，咁啊隔日咧，佢話隔日咧就要知道消息啦。醫生咧就話隔日咧你聽日再嚟。哇，成家人又載我去。嗰度，佢話全部成班人喺晒嗰個醫生個房間嗰時聽報告喎。醫生鉗下，講話你都冇 cancer 㗎喎，全身冇啊，同你全身照晒冇啊，咁即係冇就冇㗎啦，係嘛？咁 OK 啦，咁我仲有粒瘤喎，粒瘤咧由得去啦，10年先長少少啫嘛。長到你死都佢仲喺個樹嘅，都唔長得大嘅。咁話 OK 咯，咁我就因為我已經喺 NUH 即係醫院入邊掛咗號啦，要去照 MRI， 咁咪去照咯，照 MRI。咁啊，照完 MRI 出嚟咧，隔一個禮拜就睇醫生啦。醫生同我講：呢個瘤咧係一個水瘤嚟嘅，但係嗰啲水咧就唔知咩水喎。佢話咧，或者我同你安排去抽啲樣出嚟咧，睇入邊係乜嘢東西啦咁啊！哇！我話醫生我都冇 cancer， 準備都冇得 cancer 噶咯喎 ，confirm 咗個 PET scan 係冇 cancer。佢話係 PET scan 係知道你冇 cancer， 不過呢粒嘢咧就唔知會唔會以後係 cancer 嚟嘅喎。啲醫生都嚇人嘅，好嚇人，嚇家人啊！然後咧講 OK， 咁啊我安排你去照 scope 啦，但係你嗰粒嘢咧得2.6啊，就細咗啲啲，唔知人哋又幫唔幫你做啦咁樣，咁你求佢叫你做啦。
諗住大佬啊，你叫我去嗰樹，自己又彈翻轉頭，咪好嘥時間。咁有咩 option 啊？咁有，你就等3個月咯。等3個月咧，去長大啲，咁啊肯定可以做 scoop 啦，係嘛？咁啊唔長大，咁唔長大點啊？唔長大你都要知道係乜嘢㗎，係咪？我話咁都係嘅。咁你就求嗰邊嘅醫生啦，同你做 scoop 啦。你求咗佢就得㗎啦。啊，求佢哋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做 scoop 咁樣。咁我話呢家等到3月我再去 MRI。但係問題就咁樣，我就決定 MRI 先啦。睇下有冇長大啦。佢唔長大都要抽出嚟睇下㗎啦。點解做啲 MRI 唔見咗，咁點算啊？係嘛？唔使去睇醫生嘅。Anyway， 就呢個過程入邊咧，係12月份發生嘅，所以我12月全部出邊嘅服侍 cancel 晒，其他教會我都唔去㗎啦，所有服侍都冇晒㗎啦。咁然後就預備動手術㗎啦，即刻動手術，結果唔使動。咁既然唔使動，冇理由再打電話俾人哋請翻我啦，我呢家 OK 㗎啦，冇㗎啦嘛，咁算啦嚇。OK， 冇相關。所以其實我覺得一個人咧要點樣去積極嘅活着。如果我個生命只有6個月，或者個生命能夠有10年到20年嘅話，我點樣能夠積極去活着？當然我已經有咗答案。我知道有一日咧，我會離開呢個世界嘅啊。但係我現在到離開世界嗰一日咧，我應該做啲乜嘢咧？或者我會在呢個世界上留低啲乜嘢咧？我曾經幫助過一個弟兄叫黃非洲啊，咁咧佢係40歲到啫啊，但係佢個身體咧就好殘啊，好差，佢已經安息咗啦啊。但每一次佢會同我講一句話，佢個心願，佢個心願係咩咧？我希望呢個世界上還有人會記得我 ，OK， 還有人會記得我。咁有一班有愛心嘅弟兄姊妹就為佢出咗本書啦。但係呢本書未出得成嘅，因為要印刷，要好多嘢要做㗎，所以就放咗喺呢個網上去俾人睇。But anyway， 要人要記得我呢句話就俾我個心入邊有個好沉重嘅感覺。我曾經在教區入邊咧負責收集咗好多已故嘅牧師，新加坡聖公會嘅已故嘅牧師嘅歷史啊。咁我發覺在尋找嘅過程入邊咧，有好多係遺失嘅，有好多係不全嘅，甚至有好多已經冇咗消息㗎啦。我覺得好可惜啊，冇人知道佢誰是誰，下一代冇人認識佢哋㗎啦。我相信當然啦，我哋相信上帝會紀念佢哋所做一切嘅美好嘅事幹咯。所以我就應該思考，我哋應該思考，在有生之年我做啲乜嘢嘢咧，在世上留下美好嘅足跡。上帝俾個10年好，20年好，我就要好好地去使用呢一個日子，把應該做嘅事好好嘅做出嚟榮耀上帝。也盼望所做嘅事咧能夠長久嘅流傳下來，成為許多人嘅幫助同埋造就。因此我就決定下要做嘅事幹啦，當然必須係我能力所能夠做得到㗎啦。我能力做唔到嘅嘢我就唔去做啦，做唔到㗎嘛，你都冇辦法做㗎嘛，所以我就做我能力所能夠去做嘅事幹。我相信每一個人咧都有上帝不同嘅呼召同埋引導 ，OK？ 每個人都有不同嘅人生嘅發展同埋自身知道應該要做嘅、要履行嘅責任。但係每個人咧都有自己嘅事。但係我個人咧就好感謝主，我活在呢一個世代入邊，係一個資訊嘅世代，能夠把我嘅信息留低落嚟。以至好多年之後有咁不理，我已經不存在呢個世界嘅時候咧，呢啲東西咧在網上咧仍然可以幫助好多嘅人。若身為一個牧師啊，我只能夠做呢一個我專業嘅部分，對聖經稍為有多啲嘅認識。另一方面對中國嘅文化，因為我係華人啊，對中國嘅文化咧係有啲興趣，所以我特別對一本哲學嘅書叫做《道德經》，有冇知道《道德經》係咩㗎？
有冇聽過呢本書啊？《道德經》有冇聽過？唔係道教嘅東西嚟㗎，呢個係中國哲學嚟㗎。就係有一個叫做老子嘅人咧，係寫出嚟㗎，寫咗呢本書叫《道德經》。呢本書嘅出現咧，就係耶穌個時代嘅，係耶穌個時代之間，喺秦朝嘅末期，春秋戰國嘅時候，差唔多嘅時候出現嘅《道德經》。咁啊，《道德經》咁講喎，老子講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咁呢句話就好有意思嘅，因為一句子一句話講話天地人咧，天地人間啊，sorry呢個字就係可以去講呢一個天道嘅事㗎，可以講，但係雖然可以講，但唔係你要講嘅嘢。名咧，你可以去知道他是誰，但你所知道嘅不是他啊。呢個就係道可道同埋名可名嘅意思。但係重點喺邊處？我要講嘅就係你可以講，同埋你可以去定位。雖然係唔啱，但係你可以即係自由咯。人係可以有一個自由嘅，所以我就好注重呢本書所講嘅嘢。咁跟住落嚟，我就會去錄音有關呢本書。可以錄音嘅時候，我已經準備好，可能用好多年嘅時間去錄成呢一套差唔多有200到300講嘅一系列嘅喺 YouTube 嘅呢個講法，從基督教徒個角度嚟淺談呢一個道德經。OK， 所以呢個係。但你當然你睇呢啲古書咧，好複雜，因為啲字咧一個字好多意思嘅一個字。第一個道咧就係真正嘅天道，第二個道咧就係講個道。非常嘅道就唔係嗰個你講嘅天道。名咧就係你知道佢有名，但係你知道佢個名嘅時候咧就唔係嗰個名。所以當你講呢啲嘢嘅，點解咁複雜咧？我諗起咧，即係大家睇到咧，在你右手邊你嘅個竹簡啊，呢啲書咧係用竹片寫嘅。但係你幾多片竹咧？所以啲字咧會將啲本來一句話咧就會縮到好密、好密、好密、好密，所以就會好難解㗎嘛，就係咁嘅緣故。所以今日在網上睇《道德經》嘅時候咧，你發覺咧有好多嘢係冇得解嘅，所以唔簡單啦。第三，有限嘅生命嚟睇無限啊！我哋應該感謝主，因為我哋都得着主所應許我哋嘅救恩、福音、救恩、永生嘅生命。哥林多前書有一個好寶貴嘅一段經文講：我親愛嘅弟兄們，你們務要堅固，不可動搖，常常協力，多做主工，因為你們知道你們在主裏嘅勞苦不是徒然的。咁樣啊，今日咧，我哋點樣做主嘅工呢？我哋有乜嘢原則同埋規範呢？喺今日嘅以弗所書嘅經文裏邊，因他從創世以前，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，並且按住自己嘅旨意所喜悅的，預定我哋藉着耶穌基督得兒子嘅名分。所以保羅所講嘅揀選就唔係個人嘅，唔係個人嘅，而是普世性嘅。預定其實係關乎基督已經完成嘅救恩。上帝嘅救恩係早已經預定嘅，但係在上帝嘅預定中咧，基督為我哋死而復活，我哋要將自己擺在上帝嘅旨意當中，又領受呢個俾我哋為我哋預備嘅救贖嘅恩典。Okay? 我哋當帶着感謝嘅心蒙恩得救，因為我哋在他裏邊得到基業，即係完善啊、隨意隨己意行萬事嘅上帝，照住自己嘅旨意所預定嘅，係佢嘅旨意。就12節講話，為要使我哋那些首先把希望寄託在基督裏嘅人，頌讚他的榮耀。所以身為一個基督徒，請大家注意一下，非常重要嘅一句話，身為一個基督徒，我哋要服侍主，但係服侍主唔係嗰個主題。
我哋要做上帝嘅工作，但係做上帝嘅工作唔係嗰個最後嘅目的。其實最後嘅目的係咩咧？將榮耀歸於神。所以當你做上帝嘅工作嘅時候，你係唔係在榮耀上帝咧？有好多人做咗上帝嘅工作，做到咩啊？神憎鬼厭啊，係咪啊？有好多人做上帝嘅工作，做到咧，人哋唔可以相信耶穌。有好多人做上帝嘅工作咧，搞到人哋咧好嬲啊，好火，好唔 happy 啊！點解咧？因為你唔記得一件事，就係你所做嘅一切必須要榮耀上帝，而且要使到人，你服侍嘅人能夠將榮耀歸俾上帝。所以你服侍主 good， 你參加咩服侍都好 good， 但係因為你個服侍咧，會唔會使到人將榮耀歸於上帝？呢個係一個更高嘅層次嘅目的，唔係你要做就得噶啦，唔係你要去參加就得噶啦。你參加嘅時候，你做嘅時候，你係有榮耀上帝咧，或者使到上帝冇晒面、丟晒架咧？先問一個問題。總結有一首詩歌叫做《榮耀歸於真神》，大家都應該唱過噶。OK， 所以榮耀歸於真神，他成就大事，為愛世人，甚至賜下獨生子，獻上他生命為人贖罪受害，永生門已打開，人人可以入來。唔係個人，每個人都有呢個機會可以入來。讚美主，讚美主，全地聽主聲音。讚美主，讚美主，萬民快樂高興。請來，藉着主耶穌進入父家中。榮耀歸主，他已成就了大事工。弟兄姊妹，呢個係一個恩典啊！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入到主嘅家中，成為神嘅兒女啊！上帝已經預定聖子基督完成咗普世嘅救贖恩典，凡係相信嘅人都可以白白地得咗呢個救贖嘅恩典。上帝預定凡相信嘅人可以成為上帝嘅兒女，凡相信嘅人，上帝嘅預定你一定得救啦。即救恩嘅門係為所有嘅人敞開嘅，你願意入來就可以藉着耶穌基督成為上帝嘅兒女。呢個自由係我哋嘅，但係我哋唔好忽略呢個機會，我哋必須捉緊呢個機會。OK。